參加科技校院繁星計劃，最好能夠如願分發到第一志願。不過，就讀雲林義豐高中觀光科嘅林梅儉就係半喜半憂。喜嘅係能夠上第一志願台科大，憂心嘅係需要離開相依咗3年嘅祖父母，亦都擔心祖父嘅農作冇幫手，同不良於行嘅祖母冇人細心照料生活起居。老家住喺雲林大皮鄉嘅林梅儉，自細就同父母前往桃園居住，後來父母離異，爸爸係建築工人，收入並唔高，目前全家仍然租屋生活。國中畢業之後，為咗照顧行動唔方便嘅祖母，選擇返到雲林讀書。不過呢一次繁星計劃雖然如願分發到第一志願台科大，但係就令佢半喜半憂。義豐高中表示，當初知道林梅儉屋企嘅狀況，鼓勵佢返雲林就讀。佢唔單止要照顧行動唔方便嘅祖母，每日早上5點幾起身，仲會先幫祖父農作，再前往學校就讀。培養獨立又堅強嘅個性係同學嘅典範。林梅儉話，仲會同家人研商，以最妥善嘅方式照顧祖父母。校方人員亦都表示，亦都會喺林梅儉就讀大學期間協助佢社團詢問，仲有雲林在地文教基金會嘅獎學金申請，令到佢能夠兼顧家庭同就學。